风华先进科技发表的电动公车 Model T， 伫台南市区试营运的时阵得到好评。头一批量产的15辆 Model T 由富城客运公司购买，成为目前 Model T 数量上侪的车市。市政府嘛特别举办交车典礼，希望未来有更较侪电动公车进驻。那我们谢谢这个鸿华先进的 Model T 这样子的新型的这个公车电动公车进驻台南市。我们也希望日后进来更多电动车的占有率是高于全国，全国平均的电动巴士占有率是11%，台南市已经达到14%了。但是我们还是不满足，希望更多的电动巴士能够进驻到台南。Model T 驶起来无同于以往的大车，坐起来非常平稳，车辆配备300度电池，续航力十足，上行会当到280公里以上。Model T 嘛有足水的外观以及先进的科技操作系统，让大家娱乐。简单的造型里面非常不简单，我们都是用世界最先进的3电系统以及有更多的这个主动安全的配备，例如说有内轮差的系统，这个是透过这个 ADAS 的计算，然后能将这个后方跟侧方的物体做一个准确的计算，适时的警告车外的用路者以及车内的驾驶注意内轮差的区域。以及我们车子也具备了整个就是 Drive by Wire 的功能所以就是说我们透过不断的软体的更新，未来可以走向自驾化。那车内呢，我们也高度的做一个系统的整合，所以在这个未来在智慧城市结合5G IoT， 我们可以做智慧城市最好的交通载具。为着鼓励客运业者汰换电动公车，台南市政府积极向交通部以及环保署争取补助。这摆的16部车辆总共得到5000万的中央补助，预计配置伫6线、11线、15线，涵盖生活、就医以及观光等需求。15部公车呢，再过1个月的这个营运前的准备之后，我想就可以来上路。实际提供民众的服务，那我们会在3条公车路线上来提供服务那我想整个市区的这个各个不同的区域，我们会尽量涵盖。这批电动公车完成交车并上路营运了后，台南市总共有57辆电动公车投入服务，而前阁得到交通部同意补助38辆试换型计划电动公车。已经提案向中央申请审查当中的嘛有47辆，未来会当突破200辆以上，让电动公车愈来愈普及，让市民朋友拢会当享有低碳绿能的优质公共运输服务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